所有探花莲山区的道路改善工程将近9档，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早起亲身主持通车典礼。中国乌北武汉市原因不明的肺炎，到今已经有59个患者，世界卫生组织嘛已经要介入调查。乌鹰直升机失事，伫咧加护病房观察的黄佑民中将和陈永德新闻官，早起已经转来普通病房。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正月初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所有探花莲山区的道路改善，经过济工程人员将近9档辛苦的打拼，下晡4点规条线特别通车。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早起亲身主持通车典礼，伊毋但特别甲工作人员诚意说谢，嘛强调讲乡亲就是需要一座安全倒转去厝里的路，但即马已经顺势通车，代表一站新的阶段又搁要开始了。2、1，请启动。广桥开始设震动，代表苏花公路改善工程，嘛就是苏花改要全线通车。到时阵预计台北花莲开车的时间会使减少1点钟。主持通车典礼，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向工程人员感谢。苏花改通车了，这是经过多少人一早一锤、一挑一担的辛苦，我们要特别感谢。沿路来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我们的乡亲一直需要一条安全回家的路。今天的完成不是结束，而是一个阶段的完成，又一个新的阶段。苏花改伫初6下晡4点就会正式开放全线通车，到时阵如果台北到花莲的车会变多，不过苏花改单边会使容纳的车流量比国道5号搁较少。外界质疑，旧历过年期间苏花加上雪山磅空拢塞车的状况之下，台北到花莲开车的时间可能会需要6点钟到8点钟。其实苏花改通车之后，原来的苏花公路也还是可以使用。交通其实还是要走向智慧交通了哈，所以给大家更多的交通资讯，很多人就会做好自己最有智慧的这个交通的行程的规划了。林佳龙强调，苏花改是民众加一条路会使选。苏贞昌是讲，今年过年已经伫旧历29暝，嘛就是新历1月23单程放假，互民众会使提早安排过年的行程。嘛讲新的路网拄好完成，大家一定会袂适应，会要求交通部加加宣传，互民众会使更较紧掌握交通状况，平安过年。记者欧良陈佩具 SNG 宜兰报道。咱个赶紧来关心中国乌北武汉市发生原因不明的肺炎流行，业绩到今已经有59个患者，症头较重的人数煞有较减。不过，咱国的疾病管制署是推断讲，同情的患者可能是因为别款原因，人数才会无搁继续按算再来。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已经出手要调查，详细就要搁等1-2礼拜，代志的起因才会较分明。中国乌北省武汉市的华南海产批发市场爆发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初五暗时，中国官方公布，如果增加15例病例，累计病例有59例，同前为原本的11例变做7例。目前无发现人传人甲医护感染，已经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SARS 甲 MERS 等呼吸道病原的可能。咱国疾管署推测，同情减少，就有可能是向验出其他感染源向排毒。嘛认为，这摆肺炎群组感染，就有可能跟接触家禽动物有关系。可能这些人都受到了，就是被某一种动物的感染来源感染嘛，哈，所以但是目前这个动物可以传给人，但是人传人并不是很明显。咱在国内疫情方面，第3阶段公费流感预防针元旦已经开始注射，为了增加民众注射方便，疾管署特别甲全联超市合作，为初6开始连续4天，在全台78个门市设注射站，希望下公费资格民众在旧历春节流感高峰来进前，会当有充分的保护。到现在，它已经有400多万人接种了。但是我们想说，已经过年快要到了，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众在过年之前呢，尽快的来接种这个疫苗，让你产生足够的保护力。因为旧历春节假期将要到啊，疾管署提醒，定往来两岸的大乡甲民众一定要定洗手、挂嘴安，做好防护。那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收到中国相关的疫情通报，嘛启动相关的应应措施，介入调查。不过，根据目前接卖资讯，无建议对中国实施任何旅行或者是贸易限制。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刷转来台湾，礼拜六咱就要转票了。蔡英文总统早起按故乡屏东凤港出发，伊要巡回全国，骑日本车扫街拜票。讲到进前，伊的竞选发言人林静怡医师有较失言，伊也特别表示讲，台湾是民主国家，袂因为政治立场无同，就甲人当作叛国罪来打扮。另外，蔡总统嘛要求韩国瑜，就要针对讲出迄句乌英失事是国家枪杀着，公开来回释的。甲故乡凤港当作是扫街活动的起点，代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对屏东的重视，沿路拢受到支持者的欢迎。但蔡定也前发言人林静怡因为叛国这个讲法引起了轩然大波，伊回应是以用了错误的方式来表达，引起了误会。伫台湾这个民主国家，袂有人因为立场无同，就互人当作是叛国。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民主自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了我们不会因为有不同的政治的立场就把它视为是叛国那这个在民主社会是不会发生，也不应该会发生的事情。伊讲，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责任就是保卫国家主权甲民主自由的生活。但面对伊的对手韩国瑜讲，黑鹰事故是国运无好，台湾着煞，蔡英文只是要求对方得爱回息嘞。做这样的政治消费真的是失格那我觉得对这样的说法对我们已经去世的人是大不敬对伤者其实也是对我们现在还在养伤的我们这些将领或者士兵其实也是一个伤害了伊质疑对方的行为是政治消费，应该道歉。而针对着反信套法的进度，伊嘛强调法案还未送到总统府，但一切拢照着程序来行，嘛无选举的考量。选前最后5天，蔡英文定也全台大扫街，除了伊，还有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甲现任的副总统陈建仁等人，分别为北部以及高雄开始扫街。记者王丽婷、柯俊俊屏东报道。那目前，日军拢要求韩国瑜就要针对讲出迄句乌英直升机失事，就是国运无昌良，台湾枪杀着，公开回释的。伊的办公室发言人嘛讲，请对手唔通放大甲攻击。另外，韩国瑜早起嘛宣布讲，拜四正月初9暗，要踮启德甲咱大道办暗会造势，呼吁选民集中选票，总统、立委拢就要转互国民党。台湾安全，人民优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初6出席1月初9凯道胜利暗会记者会，呼吁选民集中选票，替家己甲国民党立委尽全力催票。我要在这里呼吁所有的选民能够把选票集中，总统票投登记第2号韩国瑜，立法委员区立委投国民党所提名的区立委，政党票投国民党9号，这是我的呼吁。针对民进党前发言人林静怡进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阵讲到，认为支持统一是叛国的行为，引发争议了就随请辞。韩国瑜保证当选了后会尊重台湾人的言论自由，而且请蔡英文爱针对这件代志详细交代好清楚。如果当总统的话，在台湾言论自由，我个人一定会100%的保障。但是林姓的立委林静怡的发言，是不是反映蔡英文总统的内心深处的看法？这一点，蔡英文总统必须很负责任的跟国人报告。顶礼拜国军发生乌英直升机意外，韩国瑜伫竞选行程的时阵表示，国运无好，甲台湾中下等等的发言，互批评是失言。互总统蔡英文要求爱回释的。不过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发言人王千秋是表示，无需要做出伤无意义的放大检视。如果说刻意的放大候选人谈话来做自己政治利益的攻击，这个才叫做放大跟攻击，基本上本来是没有特别的意思的。所以也请蔡总统以3军统帅的身份，专心的赶紧查出失事的原因，让这样的憾事不要再发生。我相信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初9凯道胜利暗会会有15位南亚县市长做伙出席来挺韩国瑜，北部县市长这位党籍立委候选人，前党主席连捷、马英九甲现任党主席吴敦义嘛出席支持，要拼出更较侪泛蓝的选票。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早起去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参观，伊话嘛讲真重，批评韩国瑜实在是失言。伊阁讲国民党提名这款候选人，对英国公营的传统交代未过，确实是真无下台。国民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脑筋转过来，
我在这边严正的跟国民党说，韩国瑜的讲这个话的严重性，他对于蒋经国先生这么样的侮辱，国民党到现在为止没有向蒋经国先生道歉，我表示愤怒。不是国民党这些基层的人不了解，是高层还到现在还在斗到现在为止，让台湾继续向下沉沦。你认为像这样的人能够继承我们国民党过去的光荣传统吗？韩国瑜讲一句台湾枪煞着，唔那蔡英文总统呼吁伊就要道歉。早起去参访南模科技公司的宋楚瑜嘛批评国民党推出这款候选人实在是无适当。会讲这款话的人，哪有法度领导国家？啊，宋楚瑜佫讲，国民党就要甲前总统蒋经国会实的。因为现代人囝生少，台北市高文特市长针对2岁到3岁中间的幼囡仔增加补助，互一寡少年爸母是真赞成。尤其近来台北市红婴仔托育地图搁再升级，倒位有公立的，也是政府补助的场所咧，甲人斗顾囡仔。啊，这间幼儿园评分排伫咧倒一级，随查拢随会知。步步拍拼，就是要鼓励人安心啊生，政府会加减斗顾。小资化是国安危机嘛，变成大选讨论的议题之一。6岁以下国家市各阵营拢有咧讲，台北市政府推出的祝你好运专案，去年8月升级，针对2岁到3岁的囡仔加码补助，嘛甲托育补助的烂盘补开，互袂少爸母真有感觉。2到3岁这个空档时间，就是幼儿园和托育中心的转换，有更大的弹性，还有喘息的空间。我也很感谢我小朋友生得很好啊，把台北市政府所有的补助都领好领满了。甚至因为加入准公共化之后，因为那个居家中心也开始有一些监督的工作，他们甚至都会打电话去保姆家询问一下孩子的状况，甚至私底下也会联络我们这些家长。除了补助，台北市政府更注重教育，积极推展公共托育服务，尤其是增加公共托育家园，全台北市总共有53位，是全国66%，非营利幼儿园的数量嘛是6岛上侪。佮加强台北市托育地图，加入你敏感资料全部拢公开。每一家你想去的，到底他收托多少人？然后现在已经有多少孩子在那边了？那他的一个过去的评鉴的成果怎么样？我想提供这个公开的资讯，让家长了解。即摆人囡仔愈生愈少，台北市政府鼓励生育，强调6岁以下台北市政府市，但是敢袂当照出因台北市人口外流的危机，佮有待时间的考验。记者郭灿平组台北报道。咱过来关心乌鹰直升机这站意外受伤这5个人士，复原了真顺时。本地伫咧加护病房观察的黄佑民中将和单应特新闻官，早起拢已经转出来普通病房。啊，伤势较轻的周进平中将，上介紧后日就当出院了。然后这边有2个已经没有3宗治疗乌鹰直升机5个新患者传出好消息。原本住伫咧加护病房的后主席处长黄佑民中将，甲军文社记者陈应德恢复的状况真好，经过评估了后，今仔日已经当转去普通病房。2位加护病房的黄中将跟陈胜士啊，他们2个的病情啊，不管在心理跟生理方面啊，都非常的好。今天早上啊，再次确认，他们2位啊，提早从加护病房转出。沈总表示，目前5个伤者，无论是伫咧心理还是生理，复原的数字拢比原本想的较紧。啊，若是同处室中将处长周进平，足继续中校组参官周兴奇，足继续小将处长刘孝东，除了心理评估、空喙治疗以外，即马嘛已经开始伫做复健。其中详细复原状况较好的中将周进平，预计伫礼拜3或者是拜4地当来出院。虽然曹中将似乎病情比较轻但是实际上他身上还是很多的挫伤跟伤口，需要包扎啊，需要恢复所以呢再加上心理的观察，大概至少要1个礼拜。那因为是上个礼拜4，所以他最快也要到礼拜3、礼拜4以后，我们才会让他出院。沈总表示，目前除了周进平中将已经暂定出院时间以外，其他4个伤者因为抑阁有胸坎、腰脊骨长去，需要换药复健，抑阁需要住病院2礼拜至1个月，才会当评估敢是会当出院。记者综合报道。咱个镜头佫刷转来台北市政府，早起有3个国民党的市议员批评讲，卡神杨惠如经营的公司都也毋是民间团体，去体育局经费煞清会行，莫非这是有人咧暗谋？因佫点出谢中庭先生过去成立的新文化基金会，出杂志伫咧批评政治上的对手，因嘛要求台北市文化局都要查明当初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到底是安怎，毋通放这款情形一再继续的发生。
但他却可以发脸书来呛虾，说要告市长跟市议员，真是好棒棒啊！你们之间有没有串通好啊？尤慧茹卡新南风波也未煞，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一开喙就批评体育局，讲尤慧茹所在的艺术公司根本无属于民间团体，所以依照体育局补助民间体育团体办理体育活动的办法，成功抢到补助。这期体育局根本是咧包庇尤慧茹，也无向台北市政府处甲代志交代好清楚，呛讲要告发体育局。如果说像对这个事实面，因为这个是算以往发生的一个过程，包含这2个年度的一个 WDA 赛事，我们会再跟议座这边再做一个说明了。1月2号的时候，政风处已经正式的公文，把这个案子移给台北地检署并案侦办。但是你们移送的只有单据的问题嘛？哈。除了网军案，国民党市议员也将炮火上阵民进党，提出驻日本代表谢中庭所成立的新文化基金会杂志，批评这杂志根本是攻击政治人物的工具，佮把民众所捐的善款当作是培养民进党内子弟兵的政治经费，要求文化局爱伫咧过年之前查办是毋是有违反基金会所设立的目的。不要学杨慧茹，今天吸政府的血。拿政府的补助，我们文化单位是不会去审查。当然，但是我们现在正式告发跟检举。随特别登票啊，最近小人才逼出有检调，甲警察单位一直向民众查水表的代志。市议员批评这根本是扰乱民众甲警察的行为。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就表示，警方办案大部分拢是接到民众的检举，或者是有机关提告，得到分局的消息就开始侦办。这后也移送去有管辖权的法院来做审查。强调在咧调查的过程，若是民众有需求，就使向警方反映，该伫咧徛街附近的警察局来侦办。记者阿敏金陈玉水台北报道。咱来讲，2012年，宝力达公司去互环保署验出因的塑胶干仔罐内底有 PVC 迄款塑胶粒啊，烧落去会分解出戴奥辛这种有毒的成分，就安尼甲因加扣定赔清除处理费，讲大概纳3亿过831万，啊，宝力达公司不服告对法院去，不过过去是拢败诉，但因佫申请改说宪法，早起大法官就调双方面甲学者拢总来说明意见。宝力达的饮料罐内底塑胶材质已经拄 PVC 换做 PE， 因为伫咧2012年的塑化剂风波，宝力达去用查出2008年11月份到2012年10月份，差不多是4年的时间，饮料罐的材质拢是使用 PVC， 啊，毋过 PVC 烧了会产生戴奥辛的毒，所以去互环保署加重扣2倍资源回收清除处理费，要纳3亿831万。是我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不是说我们要短脚。是不知道。宝力达主张当初是因唔知影工厂生产的罐有 PVC， 所以采取法律救济，啊，毋过行政诉讼一路败诉，所以佮向大法官申请释宪。初6早起大法官举办说明会，争议点包括使用 PVC 加重2倍费率的规定是拄倒位来的。当初是怎样算出这个标准？费率敢是环保署讲的就准数？宝力达嘛指出，伊个罐较细，有 PVC 的量明明就比酒柜的罐头罐佮较少，啊，毋过去用扣的费用煞较济，敢若因为下骹的玻璃罐仔较大，无符合比例原则。PVC 微量，但是你变成要整个都再搅一次，这样就有点不公平。那搅得比酱瓜还好。对，讲比酱瓜还多。我们是希望是从制造容器的制造商那边去刻，再转到我们这边来，那这样就大家都不会产生不公平。不太需要提示线，因为法律没有问题啊，他今天只是针对这个费率有问题嘛。那费率有问题，他应该透过行政的管道去跟环保署再去讨论。学者甲环保团体嘛认为 ，PVC 对环境有危害，嘛是一级会致癌的物质。环保署加重扣清除费，才会当互业者愿意淘汰无符合国际潮流的塑胶材质。啊，若是费率敢是要定紧绷的限制，各方嘛有无同的看法。记者综合报道。环境保护即卖是真要紧。来讲，台中市罗秀燕市长昨去市政府各部门联合成立的空气品质应变指挥中心视察，伊要求大间工厂都要自动减少运转的机台，会污染的歹空气才会一直排。啊，伊阁要求警察指挥交通要注意，唔通互车烧塌，速度拖慢，安尼对空气嘛较无败害。毋过，当地民众烦恼讲，惊会互第一线基站的警察带头蠕动，增加愈侪事态。
天空一片云蓬蓬，看起来亲像大雾共款。不过基层环境也是伫交通尖峰时间，徛伫街头疏导交通，除了要确保交通袂拍架，嘛要降低怠速、减低空污。不过嘛，互民众看个真唔甘。他站在街头也算是蛮危险的一个区块啊。对，如果那个驾驶员一不小心、一不留意，也可能会撞上他们啊。对，空气这么糟。对啊，没错啊，所以他事实上比我们更辛苦，因为他们也没办法戴口罩。但是这几天空品无好，政府5号伫环保局召开空品应变指挥中心会议，市长罗秀嘛校长要求各单位协调大型污染源的加强制定甲管控，嘛要自主降载，另外嘛启动相关部会应用机制，汽机车顶移动污染源的管控，对车交通警察加强疏导交通，防止交通拍甲怠速，避免空污是更加严重。不过民众烦恼，环境的气雾霾因此加重。觉得这应该是大家要发自内心去，就是设身处地替我们的下一代着想。它的目的还是要疏导交通为主。那你如果说车辆没有拥塞的话，相对的车辆就不会去怠速。那不会怠速的话，相对的这个空气品质就比较好一点。台南市交通大队表示，由于塞车的路段，包括台湾大道以及文心路等主要干道，伫上下班尖峰时段，各排一个班次进行交通的疏导。这本来就是制定的业务，空污的防治需要各单位来配合。环境的交通疏导只是应变的机制之一，目的是要减少交通塞车，相对嘛减少怠速的机会，降低电力排放污染源，并无增加环境的气污。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同款警方的消息，咱来讲刑事局侦查第6队查到姓林的嫌疑犯一家人，伫咧网络发消息，讲要请拍字的人员1点钟拍1000字，就通赚400块。实在一来，伊是咧骗人成立保证金甲入会费；二来，佫甲人老公，就要提供银行的口罩互伊用。目前所在，受害者已经有44个。观众朋友，咱的子弟后生祖囝若要引空客，目睭确实就要闭较紧咧。伫面册甲 IG 拍灯拍字员，就出现一大堆信息，条件拢是1点钟拍字拍1000字，就会当轻松赚400块。有的为着要得到信任，佫讲毋免加入会员。毋过警方进前查到一个以姓林的主嫌带头的诈骗集团45个人，锁定学生甲家庭主妇，名义上是做散工，但是事实上煞是诈骗。保证金跟这个押金大概4000多块汇到诈骗集团所指定的账户，汇入了保险资金之后，诈骗集团又要求他们提供他名下的账户，然后再要求这些打工的被害人作为他们转账的车手。网络顶悬嘛有一个叫做九面的网络工作者，直报实际测试这款的拍字员敢是真的，发现必须要先纳4000块的保证金甲入会费，伫网络顶悬呼吁大家唔通互骗去。但是需要138元马币购买工作保险，这不就是押金吗？点押金，然后要购买保险，然后他是说购买保险是怕说新成员跑单。警方调查，对北高南已经有44个人受害，大部分拢是学生族群，就是讲伫厝里做散工会较安全。有的人了钱，甚至连银行的口罩拢变做诈骗集团的人头户。警方查到这个以姓林的主嫌带头的诈骗集团。成员就有45个人，除了做网络定财诈骗，嘛进行地下汇兑、洗钱等等非法的代志，初步估计金流有9亿。当场查到身代票、甲人民票等等不法的所得，警方阁继续在追查，敢有其他的受害人，嘛透过两岸司法合作，清查敢是有中国民众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咱阁来看几站教育方面的新闻。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一个姓罗的助理教授出面表明讲，伊教的课学生风评拢真好，校选毋继续聘请伊，连续6学期拢甲停课，这就是咧甲伊糟蹋、甲伊欺负。毋过中原大学公共事务中心的人员有说明讲，罗教授过去甲学生分数拍了无公平，学校已经查明事实了。一名被中原大学无续聘的宗教所姓罗的助理教授指控，伫中原大学任教期间评鉴绩优，却被学校以对学生成绩考核无公平，以及无去教会讲道为理由无续聘。学生的光，老师看得见；老师的光，上帝看得见。现在我要请问的是，老师的眼泪谁看得见？老师的被霸凌谁听得到？他们把门关起来审判我，接此来
逼迫我、羞辱我。国家工会甲圣罗老师开记者会，出示圣罗老师的优良教师奖状，甲出国访问经历，指控宗教所所长因为人事斗争霸凌，以所部会议提出无续聘违反教师法规定。因为无续聘应该以提出经济重大无适人组成，而且开教评会审议。国家工会指出，这个无续聘案件伫教育部还未核准进程，为2017年8月到即马，中原大学直接停掉圣罗的老师连续6学期的课程。教育部已经明知中原大学做的不续聘决定显然没有佐证，却拖延了2年半以上。教育部伫107年擘回公文予中原大学指出，无续聘适用法令有问题，要校方保证。按国家工会批评教育部无依照行政定司法，伫2个月内处理这案件，拖延2年半，毫无作为。在没有完成不续聘的完整程序前，我们目前是以暂聘的方式聘任罗老师，以维护罗老师他的薪资以及师资等权益。但是为了维护学生的受教权，目前暂时不安排罗老师授课。学校表示，圣罗老师占聘期间依然有薪水，不过认定无法度胜任教学，评分无公平，查证事实，已经送教评会3级3审，未因为教师个人的恩怨影响判断。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教行动联盟早起要求各政党的候选人都要支持因主张。大学入学改变做精选和入学指定考试，名额一半一半。因为去年有的学生学考能力测验考了无同好，决心要停考，不过后壁指定考试这边开出来的名额煞又阁无够。不过，但嘛有家长团体出来反对，讲都要学生多方面来发挥，唔是干那取分数悬、考试高就好。许多的民众2020大选进入最后阶段，国教行动联盟召开记者会，希望各政党的候选人表态支持大选立法制度，改做精选的指考名额各半。嘛指出，去年参加学测中考的学生比例高达13.48%，创下这几年来新高。后有提悬指考名额，这让学生更加有机会。我们在去年学测一间都没有上到，指考中间真的是超煎熬的，而且指考的名额真是太少了。如果他们能够让指考的比率增加，学生就不用把时间和金钱都花在准备这个学习历程档案上面。国教评分析认为，去年申请入学采购学测详细国考选4科，中考学生大多增加的原因，包括兴趣无同、学测干备都无够、精选入学的变数详细，甲指考名额上少这因素。教育部他们始终没有办法接地气，他们始终觉得说他们的申请入学已经做到了不是多权入学。不过，台湾家长教育联盟完全反对国教评的主张，认为多元渐进的考招政策，才能让更多学生选择自己所喜的学校，不是甲互补考高分的学生。指考是完全用考试，所以要把指考跟大学甄选入学当作各半我觉得这会牺牲非常多我们有多元表现的学生，所以我们其实是完全不赞同这个方式。家长教育团体意見無同，教育部把做出回應表示，名額分配是各學校自治範圍。不過，為咗要讓各管道維持一定的名額，今年會規範各科系個人申請的入學名額上濟甲上少的限制。記者綜合報道。國際上要緊來講，頂日美國總統川普下令空襲伊朗，暗殺因國內排第2坎的頭人，史萊曼尼小將。致使美國和伊朗、伊拉克的關係愈緊張。但嘛有真濟民眾對這項行動表示真不滿。美國國內各項的城市，還有 Turkey、Pakistan 各所在攏有反對戰爭的遊行。伊拉克的國會是決議講，要求所有外國的部隊攏都要對伊拉克撤走了。美國總統川普下令用無人機空襲巴格達機場，大使紅認為是伊朗第2號人物的伊朗少將蘇萊曼尼，唔但引起伊朗政府不滿，伊拉克國會初5表決通過決議，要求所有外國部隊，包括美軍和其他聯軍部隊撤離伊拉克，佢針對美軍喺伊拉克發動嘅攻擊，甲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投訴。الالتزام بإنهاء تواجد أي قوات أجنبية في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ومنعها من استخدام الأراضي والمياه والأجواء العراقية لأي سبب كان。不过，这项决议无约束力。伊拉克总理马蒂表示，美国空袭事件是一阵政治暗杀，侵犯伊拉克的主权，
呼吁赶紧落实这项决议。不过，国务卿蓬佩奥认为，嘛这是受到伊朗领导改战的威胁，伊相信伊拉克人民希望美军继续留伫当地。另外，伫国会会议顶，有议员威胁会攻击白宫，正做报复的手段。川普初五推文警告，若是伊朗攻击任何美国人，也是目标，美国可能会以不相比例方式全面展开反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伊朗少将苏莱曼尼的丧葬仪式，就万民众大声喊美国毁灭的口号。另外，美国各城市、伊拉克南部城市、土耳其伊斯坦堡、巴基斯坦卡拉奇嘛爆发反战、反美的大游行。अमेरिकन्स ने जो कुछ किया है इराक के अंदर ये एक बहुत बड़ी गलती है कि इन शहदा का खून इंशाल्लाह रंग लाएगा और अमेरिकन्स अब उनके ऐवानों में बेचैनी है खलबली मची है जो वाक़या तो उन्होंने कर दिया है。川普知影伊拉克国会通过决议了后，话讲要对伊拉克做出前所未见的制裁，嘛可能锁定伊朗的文化地点攻击。蓬佩奥替伊辩护，讲美国任何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拢会遵守国际法。记者综合报道。中东地区的情势愈来愈紧张。昨伊朗宣布讲，无要搁再遵守2015年所签的核子协议，表示有可能会搁落去发展核能武器。美国总统川普嘛同意，警告伊朗若敢轻举妄动，美国军队一定会搁发动攻击。美军拍死伊朗的军事将领苏莱曼尼，引发伊朗枪声要报仇。当地初五宣布，未搁遵守2015年核协议，对协助作业的领土限制进行有浓缩的作业。دول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طی بیانیه‌ای گام پنجم و نهایی کاهش تعهدات ایران در برجام را اعلام کر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یگر هیچ محدودیتی در حوزه عملیاتی شامل ظرفیت غنیسازی، درصد غنیسازی، میزان مواد غنیسازی شده و تحقیق و توسعه مواجه نیست. 不过，伊朗嘛表示会继续甲国际原子能总署合作，将美国取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对继续遵守核协议。其实2019年5月初8。美国总统川普就宣布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两国情势变态，美国总统川普测试伫推特警告伊朗莫乱来，并表示美国已经锁定52个对伊朗甲伊朗文化有真重要的目标。若是对迄人报仇，这个目标会向真紧而且严格攻击。同一天，美军第82空降师增加3500个官兵去中东。伊朗革命卫队海关特务部门圣社会领袖苏莱曼尼遗体，初五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向再登去伊朗。伫胡奇斯坦省中部城市阿瓦什恩路，有真侪来送的民众，由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举行祈祷的仪式了后，会带伫故乡克曼。哈米尼已经指派苏莱曼尼的副手卡尼担任圣社军新的指挥官，佮呛声要展开报仇性战。专家表示，卡尼佮苏莱曼尼拢是62岁，军事背景差不多。圣社军所有行动由苏莱曼尼负责，伊佮卡尼分工，直接向最高领袖哈米尼报告。对伊朗呛声要替苏莱曼尼报仇，伊拉克佮团空袭，美国的中东征兵，国际拢感受到中东地区紧张的情势当地变悬。记者综合报道。实在美国国内真正嘛无改平静。pennsylvania 这州正月初5透暝发生重大车祸，造成5个人死亡，60个人受伤。讲到车祸，意大利国内出名出事游览所在，嘛发生有人食酒塞车去弄观光客。这站意外致死6个德国的旅客不幸来过往。咱来看综合报道。镜头顶悬清楚因看到这大型车全部拢做伙，有的冰车，有的地变去，搭伫个公路边的山边边，都知影当时冲浪力度有偌大。It was headed on a downhill grade, and the bus was unable to negotiate a corner. That bus went up an embankment, rolled over, and then was subsequently struck by 2 tractor trailers. Another tractor trailer came and collided with those 2 tractor trailers, and there was another passenger car that was also involved in this crash. 警方表示，这场车祸发生伫宾州收费高速公路，离匹兹堡东南部差不多64公里的所在。当时是透早3点40分。根据气象预报，当时气温是比平点较低，不过目前无法度确定天气是毋是就是造成车祸因素之一。We were told that by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driving that the weather did start to change. There was some precipitation that was coming down. 车祸造成死伤，年岁上大的52岁，年岁上小7岁。乘客分别讲中文、日文、西班牙文，因为弄甲真厉害，警方也咧辨识身份。
意大利国西圣地鲁塔戈川发生好亲像是酒后冲动路人意外造成死伤，死者拢是20多岁少年人。Si tratta di un gruppo di persone della Germania che erano in ferie qui in Alto Adige e purtroppo direttamente sul luogo di intervento sono decedute 6 persone. 警方表示，当时这阵游客才为游览车落车，所向向被高速冲撞，一个人被弄飞去。肇事驾驶27岁，车祸了后酒测试标准值的4倍外，也已经被抓。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转来国内来报文化方面的消息，互恁知。云林口湖的下仑国校龙凤西镇，虽然成立才3档，不过今年参加教育部各级学校民俗体育锦标赛，得到3项特别优等的成绩。虽然这囡仔有的条件甲人是较袂比拼，不过因接一点气，认真练骨力拼，总下来真正争取到好名声。看这寡学生囡仔，人西拢个真有班，其实因才成立3年尔。很重要的关键，当然是大家努力。那小朋友呢，也是克服万难。这是云林口湖乡下仑国小的龙凤西镇。虽然大家队员平均敢若1年的资历，不过因为因正拍拼练习，加上教练的指导，今年得到教育部各级学校民俗体育竞赛、大赛混合组、单赛女子组、大赛女子组这3种项目的得优，成绩确实有够赞，就是很有成就感。那你的家人有支持你吗？有啊，想退出的时候，他就叫我不要放弃。经过龙凤西镇练习的所在，硬体设备拢无介好，互学生常常摔甲大坑细哩。尾后因为有各界的资源斗相挺，练习的场地才变甲较安全舒适。这个学生嘛用3冠王的好成绩，感谢一直支持因的人。感谢各方资源，然后让我们可以改善现在的 PU 的地板，然后弹性又比较好。那小朋友其实在练习过程中就会更安全。龙凤西镇是台湾真重要的传统艺镇，即阵有学生囡仔来学甲表演，毋但增加因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嘛希望会使甲这种珍贵佮有意义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今日大家所有好朋友，咱来讲西镇、说西镇。无论西镇，无论家长，无论宋江，这拢过去台湾传统社会。一砖头一角头，大家才少年家牵做伙，认真练一门的技术，一门的武艺。实在讲，过去清朝咧管台湾。原因无别项，人讲3日一小反，5日一大乱，所以要组织砖头一个顶头，只有是我讲啊，这是新明生6礼拜要人的，政府毋才会应准哩。啊，讲到西镇，较早4句联原来有真趣味。表面上咧讲西镇，实在又搁讲转来男女间的感情，各种捡出来，讲甲所有好朋友咱来参考，咱来趣味一下。灵应好食，骨乌乌；奶子好食，皮粗粗。为娘挂掉大艰苦，较惨西镇2道苦。之前咱甲所有朋友捌开讲过，那4句联头前2句啊，拢是讲斗句的。恒春过了是差城，花言巧语无爱听。阿君讲话哪有影？刀枪做路也敢行。头前吼拢是见景伤情，看到恒春过了是差城，后壁刷落去要讲感情。花言巧语无爱听，即拍灵应好食骨乌乌，奶子好食皮粗粗。这2句原来讲斗句的尔，后壁是讲我为娘挂掉。这句挂掉，即摆足少人讲啊，就是为你思恋操心百百，心肝拢伫你的身躯顶。啊，为你大艰苦，较惨啥？较惨西镇2道苦，就亲像咱头拄仔来讲，讲阿君讲话哪有影？刀枪做路也敢行，这拢是讲互足喊的，但是要表示我的心里真正就是真拄真，我甘愿较惨西镇2道苦遮尔艰苦，就是为你伫咧想死，为你伫咧挂掉操心百百。讲来到遮，各种我哪想到，无论西镇、宋江镇，各种的镇头即日镇，有一句俗语，即马人也搁咧讲，是啦，就是即句“输人毋输阵”。当然，即句话后壁有人塔讲“输人毋输阵”，输阵就歹看面。不过要紧，这日镇就是以早咱咧讲的镇头。这镇头的文化，头拄仔国政咧讲，民间流传几百年，但即马因为政府已经无咧管啊，不过吼嘛无咧重视呢。
嘛无够疼痛呢，毋则造成讲社会上有人讲到顶头另眼看待。实在，这正正是台湾各地头为着要保护家己的庄，主要文化的传承。来讲到顶头的变化，国情赶紧过来甲你讲一则新闻，就是咱同款是有一间足出名的宫庙，伫咧台南嘉义的吉和洞。家长团因着保留古早传统的顶头。虽然几当前吉和洞的祖庙发生火烧，不过这的少年家嘛起做伙，拢无四散。尤其吉和团的团长陈锡敏，伊坚心要改变过去社会对顶头较固定的印象。下暗9点，公视台去台湾新眼界这个节目，招观众朋友来看吉和洞的故事。今仔日是吉和洞家长团出阵的日子，一透早家长团的少年仔都已经伫咧准备。从开面、换装备到上马起阵，一点仔拢无零散。这是伫咧台南嘉义的吉和洞家长团，传承了上古早的家长传统。不管是功夫还是态度，家长团嘛用相关的标准来自我要求。爱互人会肯定的顶头，肯定的队伍，你家素质来提悬。素质除了你的心态，这基本的功夫你嘛是爱做甲有一定的。大家人讲的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有的人内行的知影讲，这家长这阵交人无共，屈有了，基本功夫有出来，态度素质。顶头虽然是台湾的传统文化，不过最近几年，一般社会大众对因的印象无好。伫咧美国读册陈锡敏回国了后，希望改变安尼印象。伊当时拄好拄着吉和洞的祖庙去互火烧去。唔甘心明无厝好大，伊决定出来协助吉和洞，伊用心经营家长团，将有闲的时间用来传承宝贵的传统文化。其实我感觉做啥物拢相共，然后将心比心啊。其实这嘛是一个类似身教，互因知影讲，其实咱这个团体嘛是重情重义的。这种东西，辩论就是我食你一口，我行你一刀，人是安尼白当白骨，这是上好的证明。教育方式，互阮遮少年辈知影，这是我感觉除了是这个家长文化，除了是艺术的表现以外，这嘛是教育的部分。阮拢尽量希望来的人，阮会当甲教好势，互伊去影响去愈侪人，这才是宗教本身的意义。透过生活实践，陈锡敏甲吉和洞家长团要用因的真功夫、甲实在态度，互社会大众对家长文化更较有信心。记者刘铁和、林坤明台南报道。因为时代变化，过去真侪文化，如今造成人的误解，有的嘛拢留无落来。咱来讲糖手，以早咧载糖的细只火车，因为跨度甲标准铁轨路的跨度拄啊顶一半尔，毋则人讲叫做5分仔车。5分仔车毋若载甘蔗，嘛咧载人客。屏东中治乡德和社区，咱就请艺术家带社区的时代，用纸张捏出一只5分仔车，来纪念做囡仔时代遐尼深刻的过程。囡仔人伫教室做转来转去，感觉真深刻。这是屏东县中治乡德和社区的5分仔车，后边2只车厢载一堆甘蔗。虽然这是用纸张和土捏出来的，袂当伫路里行，不过在地时代看到吧，真欢喜，都亲像是倒转去做囡仔的时代。另外5分站交通实在很方便。刚刚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回忆也当时也是很快乐的啦。刚刚要坐这种车是没办法的啦。想到我们以前当小孩的时候，坐5分车实在很快乐。创作这台5分仔车的艺术家黄必成讲，这件作品为筋骨架画图章，搁等甲伊搭才通出色。今后总共用9个月才完成。车厢边高水的鼎仔是艺术家带社区的时代斗阵捏出来的，用来怀念因过做事人饲猪补贴处理的情形。这个作品叫做全台湾唯一用纸浆泥塑所塑造起来的火车。那这个火车呢，可以让人进去车厢里面。包含司机座到2节车厢，可以去跟他做一个互动。较早时代交通无利便，出入无汽车通坐，敢若5分仔车上方便。这是台湾农村特有的产业铁轨路，载甘蔗、载糖、嘛兼载人。即马这台5分仔车载的是德和社区的历史基地。今仔时阵落甘蔗，迄种甜不不的滋味，永远拢会记得。记者综合报道。这个爸阿姆嘛回想过去，虽然真艰苦，不过嘛有几分的快乐。不过现主时嘛，阁有真侪人
因为风台大水，因为种种的意外，临急煞造成甲讲连一间厝通砍头都无。当有一个团体叫做台湾心义工团，因是一阵替人起厝的志工，毋但无提钱，甚至连建材都是家己募款去学的。因讲会当帮助别人，都是真有意义的工作。有一群人，因的梦想就是替人起一间会当食风撇雨的厝。因拢是各行各业的高人，也拢发心来做志工。无家弱势家庭收较半仙，因就是台湾心义工团。义工内面有的人是自细艰苦大汉，特别有疼惜弱势心，因也利用休困的时间来做义工。只要有需要因的所在，就因替人完成美梦的形影。我们这样，其实我们台湾心我们不会去选说，台北、台中、花莲或者是高雄哪里，我们只要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就会出现。只要弱势有需要我们帮他，就是说盖那个所谓的机能屋的时候，我们也就会出现。人讲好心好行，有通春有通用，已经成立3年外的台湾心义工团，伫咧各地头，若是需要因帮助的所在，拢会当看到因的身影。不管是互风台吞大过台东人士，或者是偏向教育的校园建设，只要会当行脚到的所在，拢愿意去尽一分的心力。甚至有的人是连工带料，除了家己去做义工，也家己开钱买材料。无要紧啊，迄落影响趁食，钱有够用就好啊。咱会当帮助一寡艰苦人，迄个是真正的，咱需要做的任务啊，系啊。啊，你感觉你得到啥物？阮得到快乐啊。一人担一担，也会贴成山。就算是汗流3滴，也看到完成的厝，欢喜的眼神。这款无价快乐，是因精神的neu草，也得到众人的懊恼甲尊敬。记者综合报道。搁转来看屏东县自乐文教协会和潮州社咧，甲人照顾囡仔的托育资源中心互相合作，开课教人爸囝母囝安怎伫咧厝内哪训练体能，哪开工心情。咱来看一寡家长和幼囡仔，甲老师学经过用耍的培养出亲人中间好好沟通的习惯，嘛增加袂少厝内的人的感情。爸爸妈妈把囡仔的手放伫咧家己的手中心，对老师学踏脚踏车、活动筋骨。囡仔看到老师甲有印巴士的图卡刻出来，目睭是铁甲大啊大蕊。屏东县自乐文教协会特别和潮州托育资源中心合作，在咧当地办亲子体能的游戏活动，希望用佚佗的方式，和爸爸妈妈甲囡仔加较亲。还蛮有意义的，可以提前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子，跟小孩子互动。就是有教育，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有更多认识朋友的空间。用镜头把飞轮机的形体比出来，才会囡仔学飞轮机，安尼飞来飞去。真侪曾凯的囡仔，平常时拢是阿公阿嬷伫咧带，爸爸妈妈有真久的时间拢伫咧外县市做工课，甲囡仔斗阵的时间真有限。透过亲职教育的课程，互屏东嘉东乡地方的托育资源加较丰富。我们最主要是要拉近城乡的之间的距离，那也顺便把这些亲子教育沟通的方法呢带到乡下来。透过老师甲和囡仔互动的小撇步，互平常时因为做工课无法度定点伫咧囡仔身躯边的家长，有机会学安怎甲囡仔建立好的沟通技巧，也互社区充满真侪活力。记者综合报道。顶下地人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确实真要紧。咱来看云林麦寮国校海防分校和海防社区合作，用几落块农地招这时代来种植，才互学生囡仔亲身去参与晚菜，搁和老大人做伙包水饺。了解讲，一粒米8粒半，一顿饭就要费去足济心情。一粒米8粒半，现代社会真侪学生囡仔无做习过，唔知影逐顿食的菜是安怎来的。云林县麦寮国小海防分校就来社区内底，互学生囡仔亲身去参与想要食的菜。好，嘿，对，好安尼，嘿。参与这款菜色，拢是海防社区的老大人辛苦种出来的。平常时会摕来甲社区加菜，即马搁甲学校做伙做食农教育，互即块菜园搁较有意义。社区这个农场的时阵，有种一寡菜，这志工妈妈种的，互因来体验。再让我们再一次的学到要这些割东西的知识，还有它要怎么再重新生长的知识。那安尼，学生办顿下这款菜会摕来做包水饺的材料。伫社区内底，学生囡仔甲老大人做伙包水饺。
若真心惜，佫会当互学生一步一步体验对产地到做成食食的过程。除了在教室内，那有个算在课堂外，包含说种植的地方，以及在厨房实作，以及户外的一个观察。爷爷奶奶陪我们一起种菜，还有切菜跟包水饺，让我们学习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让我知道要爱物惜物。更谢谢爷爷奶奶智慧的传承。海丰社区甲海丰分校做伙做活动，除了让学生行出校园，体验教室外口的风景，对社区的老大人来讲，甲囡仔做伙佚佗嘛是趣味佮快乐的一天。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咱有报讲，今年开始，咱百货公司大卖场内底做食室，互人店内用遐业者，袂用得阁提供免洗碗箸互人客。若美国加州 Berkeley 这个城市，正月起是规定讲，餐饮业者若提供免洗杯仔，一地就要甲人客加收2.5仙的美金，量约啊就是新台币7块。切牛年坡嗰度入去管仔底一杯咖啡就完成啊！一间伫加州奥克拉的咖啡店，敢若用玻璃管仔底饮料，无使用免洗杯仔，理由真简单，环保佮省钱。You know, the most expensive part of many drinks is actually the cup itself and not actually the beverage going inside of it. 拍算台湾免洗杯啊，也佫有名的连锁咖啡店蓝瓶咖啡。蓝瓶咖啡逐年啊用掉1200万的纸杯啊。Garbage waste is a huge issue, so I'm glad to see my favorite coffee place is taking the lead. 奥克兰北部的伯克莱更加积极，当地新法规规定，正月开始，餐饮业者若是提供一届性的免洗杯仔，大家爱加收差不多新台币7块的费用。但是行动不便者认为讲，无免洗杯仔真无方便，因为玻璃管仔甲杯仔的杯仔对因来讲伤过重。It is kind of sustainability without flexibility is not sustainability. 新创者希望政策甲店家保持春秋的空间。好需要的人也是会使使用纸杯啊，而环保甲弱势权益之间取得平衡。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人即马去澳洲观光的人数有较减，一来是澳洲火烧山，二来是英国脱离欧盟的时间嘛有拖慢。澳洲的政府机关就邀请出名的歌手、演员和运动界红人做伙拍广告，要鼓舞英国人，大家都要赶紧去澳洲佚佗。哇！ This year's been tough and confusing, but progress is moving. Well, a glacial pace. 用趣味歌词来讲已经跨境过的脱欧协议，这是澳洲旅游最近的广告。邀请到伫英国乐团流行真侪年澳洲歌手凯利米洛，甲英国人熟悉澳洲有名的人，翕一个叫做“朋友之歌”的广告，邀请英国人到澳洲行行的，暂时袂记苦恼的脱欧问题。 A pal to rely on, a shoulder to cry on. In Australia. 英国将伫1月31脱欧，暗过甲经过11个月过渡期，甲欧盟达成贸易协议，敢会当如期完成，嘛互英国人烦恼。 Negotiating tricky trade deals is a shocker. But look, there's a quokka, and that's what you need. 澳洲有高侪无尾险，佮叫讲是全世界上快乐动物，甲鸟差不多世地位的第4。We can turn off the news. You can kick off your shoes. We'll play backyard cricket. 另外，广告嘛出现澳洲有名运动员有进棒球明星华恩，甲游泳选手索普、网球选手巴蒂。 When I got this call to take an opportunity to be involved, it was a no-brainer and absolutely loving being part of it. I'm flattered to be able to encourage visitors to join us here and enjoy. 这个3分钟广告是一摆澳洲旅游局开大钱，用要新台币差不多3000万的宣传政策，要拼英国市场。韩国民众反应嘛差真多，因为影片刚出现澳洲美好一面，真侪民众拢伫官方推特留言抗议，干要邀请旅客到一个强要搬到大人所在。澳洲野火继续恶化，已经烧掉500万公顷，干要换1000栋的厝，唔那人类受到威胁。真侪动物，包括无尾熊，因为走袂赴强消息。 澳洲旅游局官员表示，当年澳洲观光的英国旅客有超过70万人，排名第4，因为消费真强，平均逐摆消费差不多10万新台币。啊，不过这几个月以来，因为脱欧的无确定，
英国旅客数量是明显下降，影响澳洲的观光产业，也会嘛造成澳洲严重的经济损失。当局希望用观光的深度影片救经济危机。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19度到27度，中部19度到25度，南部21度到27度，东部22度到27度。金马平湖17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